老婆就会有20万的加币进入口袋，而且半年之后还会生的，真的有的。结果发现你用不完的钱，我户口也不知道多少钱，但是足夠使用，怎麼用都有。所以對父母生命當中發生，就老婆看醫生要100多萬，就完全是逃避。神就讓每個地上每一歲走的是一條路，是有保障的，但神蹟會跟着你，會每天都經歷。然後神說是神做的，是神在你的生命裡面，神沒有離開過我。